新疆魔都六合盆。 其实不管将大路，家庭按照苗苗多日的计划，可能乌鹰已经陷入重围了。运费愈抬愈济，乌鹰虽然衣冠得足，但是个身手伶俐，气魄十足。 突出重围，幸免顺难了。边关水，哈！刺激少厉害，刺激少厉害！半空中的旋转，功夫实在非常的厉害。嘿，专家九龙饭汤。 见水人抓一个抓袂着，死偌济！这阿未算在可能死几百呀，稳有啦啊！呵，你这个野丁，也叫你计划抓只刺激，先抓袂着，甲你降级。元帅，以后我听到会将功补罪，请你唔通甲我降级嘛。来人啊！探听起来，这个刺激是谁？宾元帅。 这个刺激不是别人，就是北海乌鹰，自称替天行道，或做正义杀手。哈，北海乌鹰原来是江湖龙人吗？不错，安尼好，妙妙多人。一定，哈哈，你快甲组织掉这杀手，好到这个江湖各部落去对杀乌鹰。如果若会成功者，我当小事。 遵命，遵命了。喂，老狗，你为安怎那无要还手？修道人心肝若想着要拍人，安尼就有罪咯。何况我开拳拍人，安尼毋是叫做修行啊！你啊忍耐啊！哎呀，杀啦！各位。 咱大家来理论理铁三平嘛，二虎相争得伤，而且呢，现人讲一句话：君子爱考，虎爸爱鸟。啥物？你个道地杀人，你还阁讲一款话啊？小大人，我来了！小大人，恁这班人足无意思的了啊！我见罪人在要拍阮师傅一个，什么意思啊？ 你三两头亲棍呢？呵，原来金龙子吗？正是。拍恁师傅都是为着你啊！哈？各位，把雷霆之怒，暂时火龙之威，让兵都盘问我的徒弟看卖咧吼。徒弟啊，安那？你出去外面是毋是有甲人冤家？都这嘛。有无则是讲？ 对方这位仙格就是叫做昆仑始祖，恁师傅是昆仑猿人，伊是在北昆仑，我伫南昆仑，大家拢总是好朋友啊，是敢若过一个宇宙旋转宫而已。哦，你有甲人冤家无？则是体水，半句隐瞒，食做灰烬啊！师傅，我讲你听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嘛是，这班土匪所做代志拢总是伤天害理呢，上且呢，特别暗害中军爱国青年六合先师。 地主会甲修理，就是见义勇为啊。师啊，那无照你的教诲因这歹人就随的都无性命啦。因这歹人，我虽然甲伊警戒，希望因改邪归正。你甲看卖咧，因也唔知影当悔改啦，阁惹是生非啦，两头深骨啦，得寸进尺啦，这无是你要来用哩？徒弟，话唔是安尼讲。 你动刀伤人就是过失，赶紧
跪在前辈面前，该切不死咧。哈，要跪哦？是啊，爱跪落。哈哈，我骹头有生栓啊！啥物？毋过天下君父师，你定伫咧讲啊，皇帝啦，啊师傅啦，老爸啦，这上大应该都该下跪。亲像这歹人咧，伊的徒弟做多端，就是伊的教导不严嘛，倡导形象嘛，我甲伊跪落敢对？啥物？你有尊敬恁师傅无？有啦，我有尊敬啦。然后有尊敬，爱将命。好啦。老前辈，我真毋对啦吼，我真过失。请你海涵。哼，金王子，敢真正你的功夫会胜过我的徒弟？你当时是安怎甲伊斩首？你讲我听看觅。遐都因真济人嘛，所以我就用我的剑术啦，我迄部流星赶月啦，我甲杀，伊手就要落去啊，我哪有法度？我无相信讲你的功夫会当斩我徒弟手骨，是毋是背后还佫有别人援助你？我就助你听，大丈夫绝对无去连累别人啦，这是我敢做敢当，我家一个人做的，无第三者帮助，要无你问你的徒弟看觅咧。徐老师啊，伊家一个无毋对，但是啊，伊迄支刀安尼好啊，杀叫安尼，二刷我盖顶位，怎我目睭都乌暗呀，怎叫杀着你咧？点起啦！哼，笨蛋！安尼好，金龙叔，你若讲你功夫遐厉害，你起来，徛点点，互我的徒弟用这个降魔体拍杀。假使你若是斩会条，安尼是你福气；你若斩袂条，拍杀会死。一切代志拢总了结了。要若拍三个无死，代志呢？同款了结。安尼好啊，君主风度了，你毋通输啊，我反辩呢。本山人昆仑始祖，一落千金啦！哎呦，千万不可啦，道兄啊！你袂想讲我的徒弟今年才12、3岁尔，哪里有可能得受到这个降魔体三个、无水三个啊？一下就袂起你啊！多望道兄，你千万都毋通安尼做吼！拜托，你着将亲解烦恼啊！安尼上该亲的，你也袂接受是？也若袂接受，你就是明明冲突形象的证明啊！好啦，师傅啊，我愿接受三个，这个代志赶紧来结束就对啦。徒弟啊！打！徒弟启动仪，对，三个在后，遵命。水我的脚啦！徒弟，你的脚叫站断呀！赶紧来药房摸来！哎呀，金王子啊！你今仔日站断我大徒弟脚骨，兵多如何忍受？安那要放屎呢？嘿，徒弟啊，你哪会这么明朗啦？你真唔对呢！你唔对，我再唔对，罪上加罪，错上加错。师傅啊，你冷静听我讲啦。伊拄有讲咧，讲吼，敢若拍三个尔对哦，拍第四个，佫刷落去，这降落去会死呢。徒弟互拍死，无使你伫咧培养咧，所以我就是看伊这个疲惫的手段，所以我忍耐袂调，才做那个反手啊。安尼徒弟嘛无毋对。师傅啊，一个囡仔要无尊重，我的面子真扫落地。是啦，师傅，我的面子在哪里啊？你这个教导不严，倡导形象啦！老先生，你在想法呢？因事上正，言之非己，是不是啊？我甲恁徒弟伫咧冤家，你嘛爱小可了我三思而行咧，爱小可了我审查看觅咧，是毋是家己的徒弟有过失？你拢无审查，一口家庭讲阮师徒之错，摇摆大队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修理阮师傅，安尼敢对心？坦白甲你讲啦！大丈夫男子汉，敢做敢当啦！我家己做的代志，绝对袂使咧牵连阮师傅。要你若有才调来找我算账啦！我不管是等你，请。徒弟啊，徒弟啊，你，师傅啊！嘿，头拄金王子讲，若有才调找算账，这甲因师拢无关系。恁这人看要安怎叫收拾？赶紧去吧！
赶紧去吧！你都赢才通转来呢，输唔通咁样转来。好，地主准兵，赢准死。徒弟啊，我的徒弟真唔对，我的徒弟真唔对，为着收徒弟，惹起着这段风云。哦，天哪！哦。昆仑官人，像安尼你的徒弟正面向我宣战，你感觉安怎？话准你的立场，你感觉如何？施主，咱拢总是为徒弟伫咧费神啊，这就是咱的劫数。官人，我想你会叫你的徒弟连累甲惨兮兮，师徒儿童父子，我也无可奈何啊。不过施主，咱修道人是毋是爱了解天道呢？当然啊，天道之为性，讲的天道圣儒根本无这意思了。我希望你唔通阁配合你的徒弟就是啊。如果你若是拢配合你的徒弟做歹，将后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过时，徒弟啊，金王子，你是一个金枝玉叶的人，来惹到这恶道的死客，武林的杀手，真是凶多吉少啊！莫君将陈武的部下叶丁以及着渺渺大人，并请五路的杀手，特别诛杀北海恶鹰。这兵人，毒棒王、毒狗王、毒腿王，人也出动了。客手，将老大请了，请了。你敢是魂中魂，瘟疫战神？是啊，我出去假请换出来这个最师的瘟疫战神啊！最近靠这个小子杀去飞师大败，听说。什么？金王子？哼！北海乌鹰是捌听到，原来讲这个金王子真是捌听到啊！虽然捌听到伊是这个武林的新面目，真厉害。我来想，这个就是比北海乌鹰更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毒棒王雷平，毒狗王韩烈，毒腿王妖虎，蜜蜂敌手。来，兄弟，这边帮助你，就将金王子神煞给收掉。好，多谢。这有够奇卡呢！爱两粒应该嘛爱食好啊，才合理呢。毋过无熟悉呢。安尼较紧啊！哎呦！如果民主叫我偷一粒去，如果民主失窃，是要赶紧追惨啊！稍等下，王俊马雄唔通追，这个路真暗，咱这个地方无熟悉，唔多中着盗匪的圈套。少爷，这边怎就好？这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看要如何是好？
毋用着急，走找客栈安心。国王是张密旨，互地方官去找找明珠，同时呢，掠这个投资宝的飞贼投案呐。哈，是啦，找找客栈安心就是。哦，这暗路啊呢，这个明珠窜出河光都真光啊咧，这比月亮搁较光呢，嘿，煞有够水呢，这有影稀世珍宝，嘿，这款宝贝吼，应该都爱摕来送阮师傅。自我拜师，拢总是互阮师傅啊，伫咧烦恼，伫咧担心，拢毋捌使阮师傅欢喜。啊，我即摆这个宝珠若送伊哦，阮师傅一定会真欢喜的。嘿，伊会问讲，你到底是倒位摕的？这我都伫半路捡的哩，有福气的人毋才捡会到。嘿，阮师傅一定会真欢喜。啊，对对，摕转啊送阮师傅，行行。师傅，师傅，啊，恁来门关条条啦，地主转来啦，金王主转来啦，师傅，师傅，我转来啦。徒弟，你回来。是啦，师傅，你是安怎来手手相离？你有搁惹事无？无啊，无啊。呀，昆仑四祖的徒弟，敢无拄着你？无啊，拢无拄着呢。师傅啊，我呢，互你教功夫，搁互你教我这个处世做人的道理，我真感谢你呢。我这世人吼，无啥物物件通报答师因，这个物件来报答你啦，这啦。河光万道，随机千条。这两粒哩吼。哈，师傅，你哪知这两粒？这就是叫做一块明珠，这是价值连城稀世珍宝。简单讲一句，这就是夜明宝珠啊！暗时会发出万丈的光芒。啊，你有这个物件？我都伫咧半路捡的你咧。好说，这项物件免哪有当捡？这个较早就是北番。也互咱这个大明朝甲伊攻破了后，无啥物物件通进贡，用这两粒宝珠进贡大明朝啊！安尼看，你可能伫王子公孙的手上共夺来着。师傅无啦，无。啥物？磨者磨不识，识者不能磨，就是讲。师傅，就是安尼啦，都安尼啦。哼，我都知咧。你咧讲迄个人吼，可能是皇亲国戚，也若无就是朝廷的太子殿下，若无就是皇上。你即马偷摕皇亲国戚的物件，哼，强天救毒之罪。哈，我偷摕这个物件都要强天救足哦。我是毋知啦，法律我是无啥捌啦。总讲一句，你犯着罪，真重就对。我都摕来刑，伊都无罪啊嘛吼，师傅。赶紧提刑。好啦，我摕来刑啦。徒弟啊，天顶做落来，哎呀！现在夜定，只需了天高龙派回头，在半途埋伏，特别刺杀太子殿下。唐江太子朱祁钰、皇顺马雄已经一步一步踏入危险的境界。什么代志嘛？哈哈哈哈！东宫太子朱祁钰，你伫朝廷荣华礼物，来到荒山野地送死！哎呀，唔通误会，我唔是东宫太子，我是老百姓，唔免小骗动手！小等呢！哎呀，我来啦！人家土匪拢总该死啦！呀杀！搞死了，有什么大大认为啊？喂，你喂，喂呀，你冲人家贪生怕死冲啥？流车刮我退啦，哎呦喂呀！
这般鸿蒙，金王子，金王子啦！哼，人家拢总饭桶，阮众人正在咧找这个金王子。来，你知影讲三洞厉害无？来人啊！布阵以退。来啦！到哪里去？喂，什么人？有请独棒王雷平，独高王韩烈，独腿王姚虎，开始来！金王子看到军中一班人怒发冲天，大战妖刀呀！你们稳听诶，这孤行独生，吼，即马会生真济，嘿，我稳听诶，无人拼成你。哎呀，又过来，哎，哇，我会个攞顺啦，我会个攞顺啦。这边面平西边。玉合离开着伊骄傲的风雨，行动仁义之士，特别到外啦，找袂着国军将大都解救达旦难民。玉合这个任务是毋是当顺利完成呢？请看续集，免得分晓。